地政市长赖清德任内所推出的台南新市政中心议案，虽然最后已经选定南科 ABC 周边新市看赛农场以及善化麦加流湾大道北平等3地点，不过其实市长黄伟哲接任以后，已经公开表明，目前新市政中心的兴建并无迫切性，拢将维持双行政中心。不过，议员李文俊上个伫总日顺再次以善化嘉北农场的地点适中，佮有南科的优势积极建言。这地是嘉北农场的迄个基地。哦，你若来甲说，咱都用30公顷，咱来甲用起来，啊，咱来用看要50公顷，还是剩咧搭地北互因嘛，行因嘛。哦，就像咱咧七段征收安尼啊，哦，来征收一块土地，哦。啊，这算足好的一个戏啊！咱若真正无法度人一群，一出到位，哦，咱无法度人一群，应该我感觉恁若去中央讨，进中央应该钱存遐济，哦，咱若去遐讨一寡钱，啊，咱来做这个新市政中心，来甲考虑咱的宪法，先听。你要迄落出名，你要下拄啊这个时间点，哦，因为你来要第2嘛。哦，我相信第2应该是你原来驾轻就熟啦，应该原来你会啦。哦，所以呢，你叫你的团队要规划看看，先去规划，先规划看安怎用，哦来看。5月18较真的议员李文俊经过10天隔离，就做8摆快筛等亲身的经历。上午总日顺特别针对迄当时和民众排队快筛怨叹，一直检讨到疫苗、催安等政策，强烈批评指挥官陈时中无良心道德，防疫政策无对等，甚至用意识形态治国，相当无奈。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